褐藻糖膠屬於多糖類，可以未被分解就去到我哋嘅小腸。當極沖成褐藻糖膠進入體內之後，我哋嘅巨噬細胞就會鎖定褐藻糖膠係外來入侵者，然後聯同助手 T 細胞釋放出細胞激素 NK 細胞。同時間，成分之一嘅褐藻糖膠就會透過腸道嘅上皮細胞去刺激 NK 細胞，令佢變得更加活躍。強化咗嘅巨噬細胞、T 細胞同埋 B 細胞等等嘅免疫細胞就會同一陣線攻擊褐藻糖膠同埋身體入邊其他唔正常嘅細胞。喺呢個時候，我哋嘅免疫力大大提升，有足夠能力同異細胞打仗。另一個成分桑黃進一步活化免疫系統，令 T 細胞增加。而桑黃所含嘅基質金屬蛋白酶有效抑制異細胞轉移同埋減慢異細胞嘅生長速度。與此同時，姬松茸嘅純化蘑菇氨酸發揮對抗異細胞活性，令 NK 細胞更強。而麥角之醇就會聯同桑黃一齊，藉住抑制血管新生作用，去阻斷異細胞營養來源同埋佢嘅轉移通道，刺激細胞 DNA 發動細胞凋亡程式，令異細胞自我毀滅。